大家好，歡迎嚟到粵語天地。61歲嘅梁朝偉居然自爆同劉嘉玲早已分居，最愛嘅竟然係佢。梁朝偉出道40年咗，最近佢嘅個人紀錄片《人生半山腰》播出，好多人睇到男神61歲嘅生活，常居日本，逍遙自在，同劉嘉玲長期分居。網友吐槽兩夫妻各玩各嘅，佢卻意外鬆弛。喺紀錄片中，佢約埋好友一齊爬山、騎單車、燒烤，傾起曾經，唔再社恐，無比健談。反倒上世紀80年代嘅港娛，入行當演員總要唔過 TVB 藝運訓練班，梁朝偉亦唔例外。但如果冇佢嘅竹馬好友周星馳，亦唔會有後來名震江湖嘅天才影帝。兩人相識微時，梁朝偉嘅同學要追周星馳嘅姐姐，拉上佢哋當電燈泡。當事人戀愛冇談成，佢哋都成為至交好友。彼時梁朝偉仲只係個買家電嘅售貨員，經常被心懷演員夢嘅周星馳騙去拍一啲自導自演嘅戲碼。周星馳要當好人，佢就只能當那個被好人打死嘅壞人。多年後反想起來，影帝先醒悟一笑，其實我就係個工具人。可那時佢仲懵懂，天天被周星馳洗腦畫餅，當演員有幾好，心一願就陪好友辭咗工作，雙雙報考 TVB 1982屆藝訓班。結果陪跑嘅人被錄取，第二次考嘅周星馳又枉咗。10年後同家講起呢件事，兩人笑得前倒後歪，眼淚狂飆。後來還係多虧鄰居戚美珍幫忙引薦，周星馳先得以進入藝訓班，同梁朝偉成為班上年紀最細嘅兩位同學。同班嘅仲有吳鎮宇，以及後來成為梁朝偉最好朋友嘅吳廷業。2005年金像獎頒獎典禮上，周星馳帶咗功夫坐喺台下，梁朝偉站喺台上頒獎，睇到名單笑得無比燦爛。最佳電影以功夫，老友重聚，武相擁，默契伸出彼此嘅手。進入電影圈嘅梁朝偉遇到咗最懂佢嘅王家衛，從此走向演藝巔峰，拿到5個金像獎影帝，4個出自王家衛嘅電影。但要講同梁朝偉最合得來嘅演員，一定係張國榮。兩人被王家衛忽悠去阿根廷拍《春光乍泄》前，合作過幾次，還係樓上樓下嘅鄰居，卻鮮少有私交。得知第一場戲要拍親密戲，梁朝偉委屈到打電話俾劉嘉玲訴苦，我接受唔到，卻冇想到一部電影拍低嚟，兩人惺惺相惜，友情火速升溫。張國榮喺劇組過生日，梁朝偉點燃蠟燭，喊佢許願。有過嬉戲打鬧，亦有過患難與共。張國榮不幸感染上阿米巴菌，一度絕望到要寫遺書時，是梁朝偉請到自己嘅香港醫生幫忙診斷同治療，才救返哥哥一命。哥哥將這份救命恩情銘記在心，全靠佢，要唔然我返唔到嚟2001年嘅金像獎上。在度假嘅張國榮專程趕返香港頒發最佳男主角獎，候選名單有梁朝偉、周潤發、梁家輝、劉德華、吳鎮宇。被同為頒獎嘉賓嘅張艾嘉問到最希望邊個得獎，張國榮表示無所謂，大家都係好兄弟。念出獲獎名單後，梁朝偉撅住嘴上台，搖搖晃晃，張國榮立即跑去扶佢。江湖傳聞，當天佢同劉嘉玲吵架咗，所以借酒消愁，就有咗醉酒領獎嘅名場面。事實卻係佢頒獎前同王家衛一大班人飲酒，酒太好飲，忍唔住多飲2杯，上頭咗。於是觀眾睇到咗史上最短嘅得獎感言：多謝王家衛啊，多謝對咗。當晚張曼玉同樣因為《花樣年華》喜提影后獎，但佢冇嚟現場。梁朝偉第2次上台代領獎，帶住墨鏡日日地講咗一句：張曼玉話
多謝我。張國榮逝世10週年，經紀人陳淑芬為佢籌備紀念晚會。擅少唱歌嘅梁朝偉專門揾張學友學習唱歌技巧，為哥哥唱咗一首《為誰共鳴》。講到唱歌，梁朝偉年輕時亦當過歌手，出過專輯㗎。愛搖滾嘅不羈少年，佢當小鮮肉，打扮前衛，個性十足。梁朝偉仲係第一個戴鼻環嘅港星。2018年，鐘鎮濤喺紅館開演唱會，揀唱咗一首梁朝偉嘅《你係如此難以忘記》，感激對方陪佢走過人生低谷。鐘鎮濤破產後受盡冷嘲熱諷，梁朝偉同梁家輝係罕見給予佢溫暖嘅朋友。喺佢唔開心時，梁朝偉就跑嚟佢屋企，亦唔會多講乜嘢，要麼靜靜陪住，要麼就東一搭西一搭地閒聊幾句。至於梁朝偉同梁家輝，兩個 Tony Leung 亦都係多年老友嚟㗎，佢哋合作過好幾部電影，都係歡樂多多嘅搞笑風格。劉嘉玲曾晒過梁家輝紅抱梁朝偉嘅相片，呢一睇唔就係東成西就名場面咩？另一個能激發梁朝偉搞笑基因嘅，要數合作咗7部電影同1部電視劇嘅張學友。佢哋嘅日常相處基本上就係亞非與亞基嘅翻版。當年劉嘉玲出事，梁朝偉喺片場得知消息，係張學友開車陪佢去處理。此後梁朝偉、劉嘉玲每年搞聚會，必請嘅人幾乎都有張學友。張學友開演唱會，唔中意公開活動嘅梁朝偉亦會難得去捧場。當起靜嘅梁朝偉遇上好動嘅張學友，亦好難一本正經㗎。唔係梁朝偉抱住張學友唱歌，就係張學友喺梁朝偉屋企飲醉吐一地。兩人仲有個共同好友，就係杜德偉。去年杜德偉參加 P 歌，請到兩位老友錄製 VCR 打氣助陣，仲驚呆咗眾人。而同杜德偉、梁朝偉一齊玩得好嘅人，係過氣歌手呂方，代表曲有《朋友別哭》。呂方喺1984年拍人生第一部戲《新紮師兄》時，認識咗那會當男主角嘅梁朝偉。不過兩人當時都係內向嘅人，冇撒交集。後來係呂方發現對方人蠻好，就主動交咗呢個朋友。嗰時佢同同門張學友被打造成雙子星，在紅館連開7場演唱會，於是邀請梁朝偉嚟當特別嘉賓。加上90年代嗰會都總愛一齊玩，呢份友誼就維持到而家嚟㗎。講返前面提到嘅吳廷業，梁朝偉嘅訓練班同學，有啲撞臉向咗佢爹向華強，因為當年喺訓練班唔能成功畢業，被 TVB 棄，轉而跑去咗雲亞視。雖然人唔太出名，但係港片嘅大熟臉，出演過《無間道》、2046、一代宗師，據說都係梁朝偉有意幫嘅忙。梁朝偉好少單獨同某個朋友出去玩，唯獨同呢位老同學交往甚多，常常半夜揾佢飲酒，仲被拍到一齊逛商場。傳言梁朝偉、劉嘉玲大婚，佢係唯一被邀請嘅圈內人，仲擔任咗伴郎嘅角色。認真睇落去，會發現梁朝偉嘅朋友都係重疊嘅，經常係一大圈子嘅人一齊玩。而喺熟悉嘅老友記面前，佢唔再係嗰個憂鬱沉默嘅社恐，而係觀眾從唔知嘅梁朝偉，會開懷大笑，會搞怪鬥比，會侃侃而談。有啲朋友只要一見面就能夠讓你卸下心防，輕鬆自在。關於交友，梁朝偉講過，朋友應山凡就揀，意思就係有幾個交心嘅朋友足矣。係同周星馳嘅君子之交淡如水，係同張國榮嘅惺惺相惜深情懷念，係跟張學友、梁家輝等人嘅嬉笑玩鬧，係喺鐘鎮濤患難時伸出嘅援手。佢嘅傳奇朋友圈反映出嘅，都係過去40年港圈嗰啲令人艷羨嘅深情厚誼，係相互扶持、彼此欣賞、共同成長，係再大嘅恩怨情仇，碰碰酒杯，
亦總能一笑泯之。雖然廣宣輝煌唔在，但每當睇到呢啲老友嘅情誼尚在，內心總會湧起一種感動。今日嘅節目就到呢度，我哋下期再見。